後壁區除了有世界級的蘭花工藝甲升級園區，其實佇遮嘛是生產洋蘋果重要產地。據了解，全台灣16洋蘋果都有6粒來自台南，所以後壁區公所為了推薦大家攏來品嘗口感品質一流的各種蘋果，3月20日將規劃洋蘋果好食節的系列活動，其中有一天嘛親自到場代言，邀請大家把時間來欣賞藍電吃洋蘋果。2、1，洋香瓜好食節正式展開。很多台灣民眾很喜歡去日本，再去日本吃日本的洋香瓜，事實上比台灣貴3倍以上哦。那一顆至少要2000塊到4000塊台幣，這是最一般的。但是來到台灣吃的這個我們後壁的洋香瓜，不但品質更好，然後這個 CP 值更高。我相信從日本來的這個民眾，他都會愛上台灣的洋香瓜，愛上我們後壁的洋香瓜。所以3月22日一定來後壁，一定來參加我們洋香瓜節，一定來訂購我們最棒的洋香瓜。為了讓民眾看見產地青果的無限創意，記者會中嘛展示由後壁商圈特色品牌所贊助的創意料理，對青汁到甜點以及入菜多元化，邀請民眾到時攏當到場來試食。同時為了體貼遊客，今年嘛全力推動栽培服務，透過數位轉型甲產銷的人手，讓後壁洋蘋果美味會當輕鬆送到全台灣每一個家庭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